護老者真實分享惠麗嘅經歷。護訊、護老歷程、互勉鼓勵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嘅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嘅信件。惠麗嘅護老故事本身是做全職工作，在疫情開始時，因為當時媽媽的身體狀況不好，並且診斷了認知障礙症，媽媽本身已經行動不便，經常不慎跌倒。基於以上種種原因，我便成為了護老者。轉變嘅關係，本身與媽媽的關係已經不錯，因照顧媽媽，彼此關係變得更好。在照顧媽媽的過程中，初初是非常辛酸，但經過長時間陪伴、轉變，大家互相溝通、理解及包容，彼此關係變得更好。甜蜜嘅經歷，與媽媽相處期間，會經常說媽媽是一隻笨笨的白老鼠，因為媽媽非常愛吃，而且身體比較龐大。有一次，我帶媽媽到訪中心，與媽媽一起參加中心活動。困難與克服。最困難是一開始照顧媽媽的時候，我覺得非常有壓力，常常擔心媽媽的身體狀況，沒有給予合適的照顧，感到非常沮喪。在最無助的時候，藉着中心社工的協助，逐漸改善與媽媽之間的關係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中心的社工同事梁姑娘。梁姑娘幫助了我很多，是我的重要支柱。例如，在媽媽跌倒時，梁姑娘會第一時間跟進媽媽的情況，加上梁姑娘對我十分上心，時常主動關心我情況。幫助你嘅人說感謝或祝福，最想感謝的人就是中心的社工梁姑娘。我很感激在自己人生之中最困難的時候遇到梁姑娘，好欣賞梁姑娘在工作上的熱誠，對事情非常上心，是一個真性情的人。我祝福梁姑娘未來前程錦繡，健康快樂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希望大家主動尋找社區資源，幫助自己，幫助他人，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，多點從他人角度思考，自己主動踏出一步。做人會有選擇，凡事盡力而為就好，對自己交代。護老者角色教曉我，做人不要衝動，在適當的時候要學懂放鬆，給自己冷靜的空間。如想分享你嘅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嘅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。